这摆大基路甲乐生产的合作，是由环境友善经纪公司 ESG 计划来支持的。阮有超过12组家庭做伙来种田，希望透过真实的体验，参与一季稻仔的种作，亲近土地，乐田做事，让后一代知影友善环境的种作方式，会当保护环境，甲生活伫遮的动物。环境好，人自然嘛会得好。我感觉，若是田变做民宿啊，若是热天的时阵，因会开冷气啊，若是开冷气了，可能会地球暖化。我想要帮伊建强，我感觉就是一个人讲一个人继续安尼唱的，我感觉大的，无一个会留来，佫会继续来去种田，安尼伊就趁较侪钱的。除了种田，我嘛积极推广环境教育。这摆米的销售会全部捐予大基路协会做母语教育甲环境教育。已经有一个囡仔有分。今年是第10人种田，一路以来面对气候甲收入的无稳定，伊嘛是继续坚持，希望大家来甲支持。真侪水拢伫遮做，结果会使讲咱这两条就较无。加油！